Hello， 大家好，我係陳 Sir。咁我哋要一齊拆解一下一篇 DSE 嘅範文，就係柳宗元嘅《錢德西山宴遊記》。如果你啱啱好溫緊呢一課，咁就正啦。呢條片係為你而設嘅，所有考試會考嘅重點，我哋會逐點去清楚講解。好，要了解呢一次嘅西山之旅有幾關鍵，我就要翻到去故事嘅起點，睇下柳宗元當時嘅心情，佢被貶官之後到底覺得有幾慘。你睇下呢一句，自余為陸人，居士州行罪律。哇！呢句說話簡直係成篇文章嘅文眼，亦都係佢所有情緒嘅起點。佢直接話俾我哋知，柳宗元當時嘅狀況就係日日都活在喺恐懼同埋焦慮入邊，壓力係大到爆嘅。咁呢份恐懼究竟邊度嚟嘅呢？關鍵就係陸人呢兩個字。佢唔係覺得自己只係被調職、被外放咁簡單，佢係覺得自己係一個罪人。你諗下呢個標籤有幾重呢？因為佢參加咗一次失敗嘅政治改革，所以佢身上孭住嘅唔單止係事業失敗嘅打擊，仲有嗰種被世界拋棄嘅沉重感。好，咁問題就嚟啦，日日都咁鬱悶，總要揾啲嘢嚟做㗎。柳宗元點樣排解嘅呢？喺佢發現西山之前，佢試過好多方法，雖然呢啲方法睇落去都冇乜用，但你等陣就會發現呢啲失敗嘅嘗試，其實都係為咗後邊嘅大徹大悟嚟做鋪墊。佢一開始嘅方法好簡單，就係逃避。點逃呢？就係慢慢而遊，周圍亂咁行，然後傾壺而醉，將自己灌醉。佢同朋友幾乎跑遍成個永州，好似想用美景同埋酒精麻醉自己，但係都知呢招係治標唔治本嘅，因為每次酒醒之後，覺而起，起而歸，呢種打從心底裏冒出嚟嘅憂鬱係冇辦法排解嘅，所以話呢種快樂係短暫。你睇佢去咗幾多地方，上高山入森林，去揾啲好隱秘嘅泉水，好奇怪嘅石頭，幾遠嘅地方佢都去過。但係講穿咗，呢一切都係轉移視線。你諗下呢個循環，飲酒、瞓着、醒翻，煩惱又再嚟過，咁就證明佢根本未揾到心底裏真正嘅嗰份平靜。不過呢，就喺元和4年9月28日呢一日，一切都唔同咗啦。一個偶然嘅發現，徹底改變咗佢嘅生命。可以話佢真正嘅心靈旅程就由呢一日開始。當時發生咩事呢？嗰日佢同朋友喺法華西亭度飲酒傾偈，結果一抬頭，偶然望向西邊就見到西山。就係嗰一眼，佢即刻感覺到呢座山係唔一樣嘅，有一種講唔出嘅怪特氣質，成個目光即刻俾佢吸引住。但係要去西山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你睇下作者寫得幾詳細，首先要渡過湘江，再沿住兗溪行，然後仲要着樽網、馴茅筏，即係披荊斬棘、斬草開路。呢一段辛苦嘅登山過程，唔單止俾我哋睇到佢幾想去，仲其實係一個象徵。佢話俾我哋聽，要達到心靈嘅最高點，你首先要行一段非常辛苦嘅路。就喺佢好唔容易爬上山頂之後，哇！眼前豁然開朗嘅風景帶俾佢嘅係一種從來未有過嘅心靈震撼同埋領悟。佢由山頂望過去，見到啲咩呢？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任脊之下。哇！呢句說話超有畫面感，好幾個州嘅土壤就好似踩佢嘅坐脊下低。呢啲唔單止係講緊西山真係好高，重點係佢預告咗佢嘅心境同埋睇事情嘅角度將會有天翻地覆嘅改變。你再睇下呢個比喻，若蝶若月，呢4個字真係神來之筆，佢將嗰種角度轉換嘅感覺寫得太好啦。由咁高嘅地方望落去，以前覺得好高嘅山丘、好深嘅溪谷，而家睇落嚟，點解好似螞蟻竇、老鼠洞咁細細粒嘅？嗰啲曾經令佢煩惱嘅事情，係咪都會跟住變細呢？就係呢個 moment， 成篇文章迎來最高潮啦！眼前見到嘅風景同佢內心嘅感受產生咗強烈嘅共鳴，然後叮一聲，佢突然之間諗通咗，頓悟咗。佢頓悟咗啲咩嘢呢？就係呢8個字，一定要記住：心形形色與萬化冥合。呢個就係佢揾到嘅答案。呢個煩惱咗佢幾年嘅焦慮恐懼，就喺呢一刻全部都煙消雲散。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心神完全專注，身體得到解放，感覺自己同成個大自然融為一體嘅平靜。呢種感覺實在太正啦，正到太陽都落山，天都黑埋，佢都仲係唔捨得走。我哋而家都能夠感受到柳宗元嘅心情點樣由谷底反彈啦。不過對於溫緊書嘅同學仔嚟講，淨係知個故事係唔夠噶，你要知作者係點樣寫出嚟，佢用緊乜嘢嘅技巧，呢個先係考試重點啦。我哋睇一個最常見嘅題目，作者係點樣用西山嚟象徵自己嘅呢？呢個問題嘅答案關鍵就係象徵個手法。你諗下，西山俾人咩感覺嘅呢？就係特立，
自己企喺度好高傲嘅，不與賠柳為類，唔同側邊嗰啲小土堆混埋一齊。呢啲就係講緊柳宗元自己啦。佢覺得自己品格高尚，唔同嗰啲專係搞政治鬥爭嘅人同流合污，就好似西山一樣。然後西山俾佢發現之前不為人知，亦都冇乜人知。呢一個亦都係剛好對應緊自己好有才華，但係又偏偏俾人貶到呢一度冇人賞識嘅心情。除咗象徵，仲有一個你一定要知嘅手法，就係襯托。你睇作者花咗好多嘅篇幅寫佢去西山之前嘅旅行，呢一啲旅行係漫無目的，飲到醉醺醺，根本冇辦法解決佢嘅煩惱。佢寫呢啲係為咗反過嚟凸顯呢一次去西山嘅旅行有幾唔同，有幾重要。有咗前面嘅比較，我哋就先能夠更加感受到呢一次登頂帶俾佢一次徹底嘅心靈解放。好，仲有呢張圖能夠幫大家整理咗幾個重要嘅修辭手法，溫書嗰陣可以快速睇一睇，就好似頂真啊、借代啊、跨式啊、名譽呢啲手法呢，呢篇文章嘅文字更加活潑，更加有力，讀上去亦都更加有味道。寫作手法分析完啦，我哋翻返去文章嘅結尾，呢個亦都係成篇文章嘅精華所在。我哋睇下作者點樣為今次嘅經驗作為一個總結，並且重新定義咗旅行呢件事情。就係呢一句，然後知吾向之未始由，由於是乎始。嗱，呢句說話係好有力量嘅，佢唔單止做總結咁簡單，佢等於話俾你哋知，佢對旅行嘅睇法從此係唔同咗啦。所以成篇文章最重要嘅字就係呢個始字啦，開始個始。乜嘢開始咗呢？對於柳宗元嚟講，真正嘅旅行根本唔係對腳行去邊度，而係你有冇用個心跟住去探索，唔係你睇咗幾多風景，而係你能唔能夠戰勝你內心嗰種不安同埋焦慮。呢次西山之旅係個人生入邊真正感覺到旅行嘅快樂，第一次覺得自己從心底裏嘅煩惱中解放出嚟，所以文章嘅標題先至會係始得西山宴遊記。呢個始得就係話由而家開始先算真正得到佢嘅旅行，佢嘅人生由呢一刻先真正開始。柳宗元嘅故事話俾我哋聽，一個旅行係咪真係有辦法改變一個人嘅呢？或者真正嘅答案唔在於你去到幾遠，而在於你嘅視覺有冇改變。有時候我哋搏命想揾嗰個答案，嗰個目的其實唔喺出邊，而係我哋點樣去睇呢個世界，點去面對我哋內心。我諗呢個亦都係點解呢篇文章過咗就係1000年，我係今日再讀仍然會被深深感動嘅原因啦。好啦，今日影片去到呢一度，如果中意我嘅影片，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如果大家想溫書但係又唔知有咩方法嘅話，有個網站可以幫到你。掃描畫面上面嘅 QR code，你可以用自己電郵或者 Google 登入之後，你可以揀咗12篇範文有關語譯或者係寫作手法嘅題目嚟作答。每次作答1分鐘，電腦會喺幾千條嘅題目中揀出題目，選項嘅次序都會每次唔同。答啱計10分，答錯扣2秒。可以訓練自己對於範文嘅熟悉程度。1分鐘過後，系統會為你計分。你可以同全港嘅參加者比拼分數，亦都可以透過錯題重溫嚟鞏固自己嘅知識。呢個網頁仲有好多有關 DSE 中文課程嘅資訊，包括咗範文嘅語譯、內容，配合精美嘅圖片，仲有課文總結以及寫作手法嘅互動填充題，方便大家可以溫習嘅。網頁依然不停更新當中，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拜拜。